上帝伫你甲阮设立分别做成的圣主日，阮来真群敬拜你。伫你的面前，阮要领受上帝你搁一摆，用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教会、甲阮的心内，即种的敬拜。阮恳求上帝你用你的光来照阮，带阮进入你的至圣所，也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会通过直播甲实体的礼拜，阮所有兄弟姊妹做伙结连伫上帝你的身边，来亲近你，来领受上帝你对天顶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来仰望你的手中，愿主你欢喜接纳，率用你的权能、恩典、慈悲来充满伫每一个做伙礼拜，较互你，阮的亲爱兄弟姊妹。愿将今仔日的整个的听书来仰望你，愿你帮咱师会有圣神的开力，宣读上帝你的话，会通感动人的心，将你的恩典的门为因来拍开。主当阮做伙吟诗的是，愿天顶的天使陪伴阮，互天地拢同唱哈利路亚，荣光归予天顶的上帝。也愿上帝互阮伫较无心，每一个人拢照因的需要来得到怜悯甲帮助。所以，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以及所有阮的亲爱兄弟姊妹，来交伫你的手中。主啊，你施恩，主啊，你怜悯，主你祝福。愿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伫你的手中，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
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对圣所朝见你，为着爱见你的关联，甲你的荣光，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落你，我要活的时要安尼学落你。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的心神要亲像食骨髓油脂。我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落你。这时，请咱三甲用圣诗59首来尊崇敬拜咱的上帝。圣诗59首，上帝自然至尊无对，请咱起立吟全首。这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入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现在请坐。
请咱即时三甲来启用，启用文35篇，以赛亚55篇。既然恁喙焦的，就来就君水。恁来买来食，来啊，毋免钱，毋免银，毋免价钱。来买酒甘呢？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接地的物啊？恁啥事着我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得着享受悠然，互心欢喜。着趁摇花通找着时来找伊，着伊三千棍的时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因的念头。规晚摇花，伊要怜悯伊。归恩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摇花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道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就是论地土地，互地富的结实，互野种的有种子，互食的人有美牛。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是要食我所欢喜的，要互我所写意的罪事得到行通。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得到因带平平安安。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田野的树木拢要打手，上劈发声来替草刺，公念树发声来贴这个，这是要做摇花的名的纪念，做永远的证据，微微检读。阿免。啊，这只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78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请咱坐咧吟全首。
这其实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圣在，圣在，圣在，荣耀的主，赏赐平安愿望的上帝，我伫圣殿感谢俄罗敬拜你，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主耶稣，伫世间除你以外，阮无别个拯救；除你以外，阮无别个倚靠。伫疫情持续发展的期间，阮兄弟姊妹今仔日会当组织伫圣殿内，伫网络线上同心敬拜，阮的心中充满欢喜甲感恩。为着今仔日的敬拜，阮对心中出声学落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上帝，伫疫情的境遇中，伫有形无形战争的惊吓，伫世界无平安的气氛当中，阮得反省思考这个问题。阮知阮需要谦卑伫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怜悯阮，求主赦免阮。主，阮知你的话是阮世间人平静安稳的石盘，也是阮心灵平安快乐的源头。主，你有讲，伫世间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因为我已经较赢世间。主耶稣，你是道路，你是真理，活命，只有你会当带阮进入上帝的国度。主啊，阮将一切无好的情绪、心思意念、无好的欲望，放伫你权能的手中。主耶稣，求你怜悯阮，是阮的主。这时，阮嘛少年无踮伫阮中间做伙敬拜的兄弟，兼差有人确诊，也是有人身躯病痛，有的人心灵软正。有劳苦背重担的，恳求主甲因三角地地，求主怜悯安慰医治，赏赐平安，互因有够额快乐甲信心来倚靠主，赢过所拄着的艰难。主耶稣，阮伫敬拜的时，伫追求你的面的时，恳求圣神来充满阮，开阮的心灵。开阮的耳孔，赏赐阮有敬畏的心、受教的灵，互阮会当明白主你的旨意，互阮知阮着去行的路，着去做的事，通互阮的生命会当荣耀主你的名。愿主你的平安甲稳定临到阮的会中，愿讲的、听的，拢大大得到主你的祝福。愿恭敬。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主你权能的圣手，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
大先，咱来看旧约圣经诗篇70篇第4节。旧约圣经诗篇70篇第4节。愿一切找你的，因为你欢喜快乐。愿遐羡慕你救恩的，常常讲，着尊上帝最大。接续，咱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7章16节到26节。路加福音第7章16节到26节。16节，耶稣就将伊，予伊的老母，众人拢惊吓，归荣光上帝，讲。大先知有兴起伫咱中间，佫讲，上帝有看顾伊的百姓。17节，对安尼，耶稣即个名声传遍犹太，甲周围的地方。约翰的学生将这的事，拢总报因的先生知，伊就叫伊学生2人来，找因就群主，讲：所要来的是你吗？也是阮着望别个人？迄2人已经到，就讲：惊说的约翰找阮就群你讲，要来的是你吗？也是阮着望别个人啊？21节，迄时耶稣医好侪侪破病的、痛痛的、犯着鬼的，搁互侪侪痴迷的得到看见，就应讲。恁倒去，将恁所看见、所听见的报约翰知，就是痴迷的看见，摆骹的行，太高的清气，臭耳人的听见，死的人搁活，丧乡人得到听福音。既若无伫我内着逐个有福气。24节，约翰所找的人去了。耶稣才提起约翰对众人讲：恁出去旷野，要看什么？是路得，予风吹叮当吗？恁出去要看什么？是人穿幼嫩的衣裳吗？恁看，穿衫行伍，享受宴乐，是伫王宫。安尼，恁出去要看什么？先知人吗？是啦，我甲恁讲，伊也是较赢过先知的。以上，正道，咱究竟咧追求什么？请曾牧师。亲爱的弟兄妹，平安。伫直播之前，伫恁的厝，大家要做礼拜的兄弟，也愿恁平安，孝念恁，愿主的圣神保守，互咱无论是伫教会，也是伫厝内，主的恩典拢跟咱三甲伫地。亲爱的姊妹，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组织伫你的圣殿，亲像囝儿、查某囝，倒转来到老爸的厝，我们伫你的面前。来听老爸的话，并领受老母所备办家庭聚餐、做伙的宴席。至圣的天父上帝祝福今仔日的礼拜，祝福野花得到饱，互失志的人得到安慰鼓励，互阮的家庭、教会大大得到上帝你的听的充满。主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对你来领受阮生命的愿望。阮伫你的面前，要恭敬听圣经的话，恳求你用圣神，就是你的神，来启明，互阮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愿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恳求你甲阮同在，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听的弟姊妹，今仔日我要用圣经内底一个故事，甲咱做伙来想，咱伫人生中间所追求的，到底咱会求什么？咱对细汉到大汉，伫每一个阶段，可能拢捌引起咱有一种的梦想。咱咧讲，就是理想、梦想。梦想，互一个少年囡仔
伊对将来有一个一北真水的道，伊咧找，伊咧期待。愿望是圣经中间一个足要紧的主题，特别对一个信仰的族群叫做犹太人。犹太人千古到今仔日，因所追求愿望的就是救恩。所以兄弟姊妹，咱应该捌听过犹太人咧期待弥赛亚降临。今仔日咱所读的《路加福音》第7章，就是这种的故事。犹太人到今仔日，有的人还无明白主耶稣其实已经来到这个世间。所以犹太人伫耶路撒冷的城内有一个所在叫做苦墙。检查咱捌去中东以色列旅游的人，恁就深深感觉，犹太人常常若会当，因就到这片墙，这片的墙，伫迄个所在安尼祈祷。犹太人因咧祈祷的时阵足敬虔，所以常常会安尼前后一直摇晃不自主的。伫因的中间，伫上帝靠赖上帝讲：主啊，你的怜悯拯救，什么时阵会来临？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这个故事内底有2句话，真水的2句话，我要鼓励兄弟姊妹，牧师甲恁分享了后无结束，恁甲这2句话放伫恁的心内，恁倒去一生安尼问：主耶稣是你吗？因为今仔日耶稣甲行洗礼约翰的学生，因伫对谈的中间，这个学生代表伊的老师行洗礼约翰来问耶稣。因为耶稣行了新约，今仔圣经牧师袂通因规个路加福音第7章拢总，因为伫咱的礼拜中间也相长的经文，有时牧师会烦恼咱失焦，会对这个经文的注意重点看无到，所以牧师只有因其中的一段，这段的起头，咱咧听师会咧宣读圣经的时阵，感觉怪怪，因为无头无尾。伊讲正人就将囡仔交互老母。咱都想无讲，这句话是到底咧讲啥？这个话咧讲起头前，就是耶稣甲这个行洗礼约翰的学生要做伙讲一个天国的信息的时阵，伊有做一项真怜悯，互人大大学了上帝的工作。圣经的故事，甲叫做拿因城寡妇的囝子。这个囡仔佫活起来，耶稣互死佫活。所以今仔咱读这段话的中间，就听到一句话：耶稣讲，恁倒去将恁所看到的，甲恁的老师约翰讲，有啥物？伊讲咚咚咚咚，就太哥得到清气，泡饭得到医治，青梅得到看见。然后伊讲，死人得到佫活，送乡人要听见福音。意思就是讲，绝望的人要听见天顶来上帝所想出的愿望的信息。因为福音本身这个字叫做好消息，就是愿望的信息。所以今仔日这段对话中间最要紧，就是咧讲起咱伫人生中间所愿望的是什么。所以这我们要用大道的心来为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愿天顶的上帝亲自将伊的有备、伊的计划、伊的祝福。想诉咱兄弟姊妹，所以今仔日我用一个无答案的问题来做咱今仔日读圣经的开始。咱伫人生中间，咱咧找什么？咱来到教会，咱做伙做礼拜，咱期待伫礼拜中间，咱得到什么种的祝福？所听遐这，爱常常甲主讨。这个学生行洗礼约翰的学生，因为因听到风声，耶稣出来工作一段时间。耶稣所行到的所在，充满上帝的作为。耶稣所看到的人，耶稣用怜悯，用一个疼惜真实的心来面对任何丧向欠过的人。所以，行洗礼约翰因听到耶稣行洗礼约翰的学生就甲行洗礼约翰讲到这种的事业，所以行洗礼约翰心中就切一个，伊讲莫非我所咧听候的弥赛亚已经临到，所以这个先生就是行洗礼约翰。传说中，伊是一个不妥协过分别罪性的生活，意思就是拒绝世间当时的社会内底一切世俗化、
假清用生活迄种方式。所以行洗礼约翰常常是一个真勤俭刻苦、无妥协的人。伊常常伫旷野中间咧传主的弥赛亚要来，主的天国要临到。行洗礼约翰听到耶稣所行所做这代志，伊就真好奇，莫非伊就是我的祖先甲我讲，天顶的救主基督要临到，所以就叫伊学生讲，恁去。这两个学生就是行洗礼约翰甲伊差遣，因就去看耶稣。当耶稣做完所有的事工事奉了后，一个阶段，这两个学生就开嘴，甲耶稣问讲：“是你吗？是你吗？是阮所平所渴望的，或者是阮爱阁继续听候？你是救主基督吗？还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先知？阮应该爱阁听候另外一个救主。所以听弟兄们，咱伫人生的路程顶悬，咱的上帝拢无离开咱。我要真清楚甲兄弟姊妹鼓励，有时咱的心中会有迄种感动，足清楚的，有力量，有好点，有差遣，咱会感觉一种正能量，一种真清楚的这个好的消息、好的感觉入来咱的心中，要鼓励咱做某一种的代志。迄个时阵，真诶兄弟姊妹，咱爱亲像这两个学生，咱伫咱的心中问讲：主啊，这个声是你甲我讲的话吗？所听兄弟姊妹，做上帝的囝儿，爱真正常常安静听老爸的声。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拢有带着这种的脚步。咱的教会人数虽然毋是真多，但是做恁的兄弟。牧师徛伫讲台顶悬，甲恁咧分享圣经的时，我会看到恁迄种的安静，恁的表情就是咧甲我讲，牧师你阁加讲一寡，牧师你讲上帝话互阮听。所以听弟兄姊妹，咱来常常伫咱心中有圣神的感动的时，爱甲圣神讲，是你吗？这句话本身有代表一种的思考、判断。毋是逐种的感动拢是好的感动，你这点敢同意？所以圣经有讲辨别主人，就是所有的感动，有时是魔鬼的搅扰。魔鬼常常会用化妆的天使，用似是而非的话来甲咱搅扰。就亲像亚当夏娃身边迄只蛇，会甲上帝的话小可改变、包装，然后来欺骗上帝的囝子。所以兄弟姊妹，今日这段话，牧师有真侪的困难，毋知要怎样讲个真亲切。但是牧师为恁祈祷，今日去做礼拜了后，恁定心将这两句话放伫恁的心内，常常甲上帝讲：上帝，你有伫我的身边吗？主啊，是你嘛？主啊，这个感动是你嘛？主啊，当我要选择头前的路中间，主求你甲我三角地带。这个对话了后，当行洗礼约翰的学生离开，行洗礼约翰的学生离开耶稣倒去，因为耶稣甲伊讲，耶稣无互伊答案讲是，我是，我就是，我是犹太人的王。伊无安尼讲，伊嘛要讲我就是圣子，我就是上帝的基督，是，我来到恁中间。耶稣无甲因讲这个标准答案，但是耶稣甲因讲，恁倒去，将恁所看到的。甲你的先生讲，所以兄弟姊妹，然后这两个学生离开了，因为这两个学生足清楚，因知影心内已经有一个默契，伊知影讲啊，是啊，都爱甲老师讲。然后这两人离开的时阵，正人耶稣回头甲群众，就是会众。所以今仔日这段故事内底咧讲起，耶稣对教会信仰的团体，行洗礼约翰的学生。伊所讲的话，点在象征性，就是咧讲起主耶稣对伊的门徒，以及逐世代的设立的教会。耶稣对伊的教会有讲福音的信息，然后耶稣嘛对这个世间、这个世界讲愿望应允的话。耶稣反当心就甲这个群众会众讲：
恁出来到这个旷野，你要看加西利约翰吗？恁究竟要看什么？耶稣连续讲3摆，你们究竟要找什么？你们究竟要看什么？连续来用3摆，伊敢毋是咧甲咱讲去？耶稣真重要，伫迄个时阵就是要甲这个世间、甲这个会众讲，恁伫这个世间无用试试，撞来撞去，到底你要看什么？是要看老人吗？还是要看一个救恩的荣耀临到？这句话真会通提醒咱。所以，弟兄姊妹，咱伫这个世间，耶稣3摆问彼得：“你听我吗？你听我吗？你听我吗？”耶稣伫这个所在连续3摆，甲伊这群众讲：“你们究竟要看什么？你若到旷野要看路得风吹你摇动，你来到这个旷野要看穿着迄个骆驼皮的约翰，加西利约翰。你来到这个旷野是要看一个大先知吗？你来到这个旷野也是要看到迄个穿幼麻衫、迄个真贵气的贵重服装的，达官贵人。你要看迄个颜色真青呀，这个人生的中间的享乐吗？耶稣连续讲3摆。头一摆迄个看，甲后壁迄2摆看是无啥共款，无共字。第一个字就是你注重注目专心深刻咧看。第一个是咧讲起，你用你的肉体，用你的灵，用你的魂，你专心注目看。然后第2个、第3个，连续30个圣经搁落去，迄个看，伊咧讲就是一种灵魂的看见。是一种灵性的观察，注目，就亲像讲，咱咧讲注目看耶稣，注心看耶稣。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人生中间有一种特别的智慧，是这个圣神来到咱中间。无人甲咱讲，若毋是圣神开咱的目睭，无人会当参透上帝的。逐世代所温重伊的有备。甲亲密的奥妙，所以保罗伫伊哥林多前书第2章，伊讲上帝为着世间人所有备的，这句话是咱的教会金句，特别是牧师的金句，所以牧师常常会提出来甲咱做分享，因为大家人拢爱上帝的有备嘛。所以伫迄段中间，保罗讲着一项，上帝的圣神对天降临，踮伫咱的内底，伊就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见。世间事、上帝事、地上的事、天国的事、人的事、上帝的事，最后经到结论，第2章的结束，伊讲圣神就互咱明白上帝有备一切的稳定。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个礼拜唤起咱一个思考，无论你的人生要有偌长，要注重思考，我的人生到底为什么来活？咱的世间有当时啊，瞬间就结束，有无？日本的首相67岁，遐尼勇壮，伊的前途也有真大影响力，但偏偏2声，倒来都无起来啊！伫古关女社的边仔有一档1000年的五叶松，估计是亚洲中间上年老的这个五叶松，台湾原生种这档树。落一个雨，1000年的树就倒落去，救袂起来。因为只个树木的医生甲看，规张皱甲空。所听兄弟姊妹，搁较长的岁寿嘛有结束。咱伫人生中间，咱的追求神，主怜悯咱是有福气的人，就趁耶和华通找到的时来找伊。所以今仔日个诗篇所甲咱讲。愿一切追求你的人，因为你来欢喜快乐。愿你愿这个欢喜你的救恩的人，因常常讲，就尊耶和华最大。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牧师伫感动的中间邀请上帝赏赐咱有属灵的智慧，咱来看上帝所赏赐咱。所以今仔日的礼拜，咱有一个真大互相祝福的一个机会，就是求天父上帝将信仰的喜乐。主啊，我来到圣殿足清楚。因为伫你的手中有喜乐，因为伫你的手中有平安，伫你的手中有盼望，
因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现今所存的有信、望、爱。信是什么？信是上帝，相信上帝的过去，伊所做的一切。信就是上帝过去的作为。听是什么？听就是今仔日，咱要点伫上帝的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其他的使徒，包括犹大书，伊足清楚讲，恁着点伫上帝的听，佮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听就是今生今世，就是今卖上帝伫现今现主时的作为。上帝一切所为上伟大的作为，就是予伊的囝儿伫听的中间一生幸福快乐。什么是愿望？愿望就是上帝伫将来要为你甲我，咱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信望爱本身这个字，并无互咱接一答案。但是，咱来了解上帝的心意，咱就知影保罗咧讲的信望爱，就是上帝是实在、今在、永在。上帝过去安怎做，今仔日就会安怎做，将来嘛安怎做。上帝伊伫古早为着众人所做，耶稣伫2000年前为着这群人所做。今仔日耶稣所讲这两句话，对谈的话，嘛是咧对咱讲的话。愿天父上帝今仔日用伊的圣心，将这两个人所讲出来的话，甲上帝所予咱的话，甲伊放做伙。人所讲的话，就是讲主啊，是你嘛？今仔我来到教会内底，我坐伫这礼拜堂，所有的感动，主啊，是你嘛？你要差遣我放落一切来跟对你吗？兄弟姊妹，耶稣讲过的最话，今仔日应该拢是咱重新伫圣神的感动的中间，重新徛起来决志。我伫人生中间会当为着事业来无用，但是我一生敢会当有一个机会，会当专心为上帝来活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将一个有意义、价值、荣耀、丰盛的画面，赏赐予咱大家。所以，愿兄弟姊妹通过这个故事，咱嘛凊彩就听过，就亲像咧看迄个连续剧，有当时有记也无记也好。老人暗时咧要困之前来看电视，有一个习惯，其实毋是咧看电视，是互电视看。哦，看电视就看到整困去安尼，电视若关起来就醒起来。哦，兄弟姊妹，咱伫人生中间今日这个故事，互咱有真深的一个思考甲反省。愿这两句话写伫恁的心内。哦，你若听到上帝声有圣神的感动，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你问讲，主啊，是你嘛？所以兄弟姊妹，牧者的声，牧者的声，伊的羊群认捌伊的牧者的声。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拄则牧师通这个圣经的解说，耶稣有对伊的学生，对加西利约翰学生所讲的话，迄就是对今生的教会、逐世代的教会所讲的。恁着去将恁所看到的，甲约翰讲。所以，兄弟姊妹，伫咱信仰的路程、信仰的历程中间，你捌看见什么？愿天父上帝圣神唤起咱。所以，伫这个所在，约翰耶稣甲伊讲：恁着去将所看见、所听到的事甲约翰讲，就是青梅得着看见，摆开爬起来行，海狗的得着清气，草鱼人得着看见，死人搁活。死人搁活，这个毋是干那讲起哪医城寡妇的囡仔，最主要咧讲起一个已经有魂无体。有体无魂啊！吼，就是一个已经亲像死人共款，得过且过，伫人生的中间摇摇摆摆。咱的灵魂困去啊嘛！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就是互罪人悔改，互人重新做人。圣经讲重生顶头生，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伫这个所在甲伊讲，恁倒去讲三项代志。第一，恁看到病得了医治，死人得了救活。第二，伊讲啥物？送向人要听见福音，就是伫绝望的所在，上帝要赏赐愿望。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望希望就是上帝伫未来所要做的代志。兄弟，相信、祈祷，你爱相信上帝伫咱的人生每一个人的头前，伫每一个人的头前，拢有想事愿望。一个足出名的神学家，伊影响20世纪整个欧洲的教会，伊的名叫做 Moltmann。伊伫1960年代写一本册，伊讲上帝是想事愿望的上帝。这本册影响真侪人，因为1960年代是全世界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真侪人对头前的世代是充满绝望。咱咧叫做战后婴儿潮，就是伫战后像日本首相过身即个，伊就是一个战后出世的囡仔。迄时代的人，因看到2粒原子炸弹弹落来，就啥物拢无啊。所以因看到科技的进步，但是看到人类头前的无稳定性。什么是真正的愿望？这个德国的牧师其实伊伫第2次世界大战，因为德国的战争甲全世界的世界大战，伊嘛捌互掠去伫监狱的中间关起来。因为德国渐渐失败战败，所以伊捌伫监狱的中间，甚至伊感觉伊已经无命。所以伫迄个生甲死中间，伊也看到真侪人情世事。德国人怎样糟蹋犹太人，杀死600几万的犹太人，人的性命亲像草。所以这个牧师，上帝给伊特别的智慧，伊讲起上帝伫头前咧听候咱。这句话伊讲，上帝毋是伫高高在上的天顶咧飞，上帝伫头前咧听候咱。伊的话鼓励真侪迄个时代的人。我真爱伊中间2句话，伊讲 action in hope, hope in action。action in hope 的意思就是伫愿望的中间行动，伫你的行动的中间表明出来愿望的信心。所以你真要愿上帝将这个颂扬人、绝望的人有福音。最后耶稣伊讲一句话：无因为我的邀请来拒绝这个人有福气，这是我的翻译。圣经的翻译讲：凡不因我跌倒的人有福气了。这句话听起来，爱真需要思考才会了解。耶稣伫伊的人生中间邀请几摆对世间人的邀请，有邀请伊的门徒，有的门徒就马上放落因讨鱼的网啊啦，啥物就来跟对耶稣祈祷。但是嘛有人头壳累累就离开。因为伊放袂落伊的世间多，因为伊已经有太多啊。所以弟兄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听候耶稣伫今仔日所甲咱讲的话。耶稣对正教会讲了后，伊反转身，也对这个世代、这个社会，嘛是对咱来讲，咱是属这个世间中间的一份子。愿咱听着耶稣所讲的话中间，咱切一下，咱问咱家己。哎呀，时间咧过遮尔紧，我已经到50岁，毋是牧师已经超过50岁。咱测一下，那有可能到70岁。所以弟兄姊妹，人生无定着，安伯无想着讲，伊徛伫迄个回照香顶馆的演讲街头演讲，瞬间伊倒咧就无去。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外口的人，咱的人生。爱把握，趁着还有白昼。耶稣所讲，恁出去来看什么？这是今仔日我讲所邀请咱所读到这个圣经，一个真要紧的第2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你今仔日坐伫遮，你要创什么？为什么咱要做伙组织？当然有一个理由，就是伫教会中间有听，咱做伙来，咱拢感觉足快乐，因为咱做伙伫教会中间。咱会当看到对方，会当坐做伙，会当做礼拜，这就是这个家庭，咱的这个大家庭中间一个真自然的。咱若时间到，咱就想要来。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耶稣问：除了看这个神殿吗？还是看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吗？耶稣讲：是，行到西约翰，伊嘛有上帝的权能，所以伊伫神殿中间是真正是一个伟大的神殿。所以今仔圣经第26节最后，耶稣肯定行西的约翰，但是耶稣佫讲：但是这样伟大的神殿，伊将来伫天堂，伊是摆伫尾啊。耶稣毋是看轻行西的约翰，伊的意思就是将来的上帝的施恩造成，一定是一个真特别的人。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今仔这个圣经是一个故事，但是咱若静静听，咱就毋是参加老这个阵营，就亲像咱咧过咧爷妈祖对咧行，安尼无用安尼尔。咱伫这个信仰的过程中，咱毋是干那对咧行。咱伫咱敬拜上帝的时阵，逐时逐刻，咱拢得到圣神的带领甲感动。这是祝福的话，伫今仔日的圣经的结论。咱做伙，咱伫上帝的面前宣告讲：既然追求耶和华的，因为你得到欢喜，愿迄个听你羡慕你的救恩的你的百姓，因会当伫因的一生中间，常常心内尊主最大。这是大笔的态度，嘛应该是咱的态度。愿天父上帝帮助。今仔这个金句，也是教会送互咱。当咱要散会吟上的时阵，你将这个金句，你放伫你的手中，你甲上帝讲：我要带今仔日金句的祝福对于我的厝。伊讲：互人有愿望的上帝，将各种的喜乐甲平安，通过圣神，互恁有能力甲愿望。阿免嘛！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要出发进前，要有一个目标，爱知影你要去什么所在。咱要精进进前，咱爱知影，咱伫精进的过程，精进了后，咱要得到什么？咱到底伫繁华的这个世间，咱想要得到什么？愿咱举起双手祈祷讲：主啊，求你开天窗。主啊，求你拍开天顶的门，互我真正看见你甲我陪伴迄个荣耀的。咱若知，咱的人生就要动海。所以上帝对咱所讲的话，就是耶稣伫2000年前对行西的约翰所讲的话。拄则牧师有带咱读三句话。第一就是世人国话，世人国话咧讲起一个基督徒。灵心倒退的信心，要重新找回起初的爱，有没有？咱伫上帝的面前，咱重新找倒来。咱伫当初第一个感动热情，讲主啊，我愿意。咱领洗咧，初为信徒，第一摆伫主的面前决志，迄种的火热的心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求天父上帝将愿望的信息宣示互咱，互咱一生。坚持到尾无跋倒，我不以福音为耻。主你所讲的话就是话，主你所讲的话就是一个绝对。我无论听有听无，想会明白想会明白。主你若既然所讲的，我就照安尼来学习。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路加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伊真够听，所以伊伫耶稣的信息，这个故事的过程中间，伊就听有耶稣今仔日所讲的话，这叫做愿望的福音。愿望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也好，颂扬人的福音也好，拢是愿望的福音。所以拄则牧师有甲咱分享这个莫特曼这个牧师，伊讲上帝的头前来等咱，因为上帝有陪伴，你相信吗？主啊，我遐尼袂堪得。我相信你会为着某某长老陪伴，因为伊遐尼听你敬虔。主啊，你敢会听我遮尼卑微的人？兄弟姊妹，毋通误会。上帝听咱，毋是因为咱伫教会内底，咱有担当心中的职分。上帝听咱是因为，咱是伊的囝儿。兄弟安尼有清楚吗？上帝听咱，是因为咱是伊的囝儿，所以咱就求伊讲。阿爸天父，
主帮助咱会当了解伫绝望的中间，上帝永远收拾恶梦。所以老目屎夜睛子的人，伊的恶梦是甚物？老目屎夜睛子的人，伊的恶梦是甚物？欢欢喜喜，对，上帝伫伊头前要互伊修成。所以，爱弟姊妹，为了将来甲主同行，求天父上帝帮助。耶稣所讲的话内底咧讲起，什么是恶梦？恶梦是圣经中间最重要的宝贝。犹太人的民族历史4000年，对亚伯拉罕到今仔日，这个民族因最大的特色，就是伫绝望的中间坚持伊的上帝是伊的人民甲恶梦。所以，这个家庭4000年后建立一个态度，就是无论怎样，我的上帝，伊是收拾恶梦的上帝。现在互这种的态度甲信心，加做咱的信心好吗？愿咱加做一个，无论什么种的情景，咱拢相信，咱的上帝绝对无放咱做孤儿、寡妇、孤单。求天父上帝收拾这种的勇气、信心、阻碍。好，咱亲像保罗讲，我深深相信，我的人生是信望爱的人生。我深深相信，上帝将信、恶梦、甲仁爱收拾互我。这是犹太人因的家族，也应该是基督徒应该有信仰的态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咱慢慢培养。无论什么种的情景，我有迄种袂通互人指导的信心跟勇气，这就是恶梦。因为恶梦，所以我就会当成做一个不被指导。虽然这个上帝所应允的代志也未临到，天后何等的煎熬，天后何等的煎熬。台语做歹讲，煎熬是变哪讲？真天后困难，苦苦的天后。愿天父上帝帮助牧师的台语也阁无够格，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天后的时阵，迄个心内无法度，迄个焦虑，心内的苦楚，那是招无啊心咧磨。求主帮助咱，将伊的恶梦放伫咱的内底。圣经内底有即几种的应允，伊讲上帝所思想的恶梦，就是生命的恶梦；上帝所想出的恶梦，就是福音的恶梦；上帝所想出的恶梦，就是新天新地，有上帝的义伫伊个中间。我真爱这句话。咱的人生是一个新的，旧的事情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恁会记无？过去代志拢真过去。行洗礼约翰伫启示录中间，伊得着感动，讲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临到，无搁再流目屎，无再哀叫，无搁再痛苦。上帝想事新天新地，不但是安尼，基督徒要穿白衫的意思，就是新的上帝伊将圣洁分别做成圣洁的画面，穿伫咱的心上。所以，伊讲有义踮伫伊中间。兄弟姊妹，上帝祝福恁，恁哪来哪亲像耶稣？咱讲主耶稣，我未堪得，我是一个含慢的学生，我是一个浪动孩囡仔。但主耶稣叫你怜悯帮助我，互我哪来哪亲像你？主啊，叫你帮助我。耶稣3摆对众人讲，恁咧找什么？也这。若是耶稣3摆讲的话，的确是非常的，迄叫做加强语气。咱若咧学英语来讲，伊是一个加强语气，伊讲的是绝对重要的一个思考。兄弟姊妹，你的人生咧找什么？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也即咱咧找上帝。咱嘛咧找耶稣基督会听，愿咱对今仔日的圣经的故事，咱问咱家己讲：我互你糊涂过一世人到今仔日，我无用试试，这敢是上帝爱我行的路嘛？也即上帝用伊做指标，逐种无保留指标运数，
为咱备办，咱同心来祈祷。想事万人好，未捌留落一项，无想事互伊惊字。天顶的阿爸天父上帝，阮深深相信，你为阮备办的，是一个超出所求所想，是阮目睭未捌看见，阮的耳孔从来毋捌听见，阮想象袂到。阿爸天父，阮深深相信，阮的卑微要因为你的尊贵来得到阳光。阮虽然未堪得，但是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应允。阮深深相信，阮无应该停留伫即个世俗的环境的中间，继续沉沦、拖磨、颠簸。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主啊，求你怜悯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要同齐来唱哈利路亚，荣光归你的圣名。主啊，阮虽然是一个卑微的教会，但是因为你，阮无要搁再有卑微的心。只有谦卑，只有仰望。愿天父上帝听阮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也对阮讲话。阮同心祈祷，我靠你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时咱三甲来吟圣诗应答上帝听，圣诗302首，救主我少年你的时，请咱起立吟全首。总是起立。
这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咱用耶稣听你来甲伫直播、伫厝内参加礼拜的兄弟，咱互相请安。咱用祝福的心，特别为着伫疫情中间咧居家隔离的兄弟姊妹，咱对心中为因来祈祷。咱安尼用这个时光来向咱的上帝求祷，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伫居家隔离所听兄弟姊妹恁同在，主保守恁伫感染了后有恢复的气力，奉耶稣基督的性命恳求，所有的感染无带互恁有任何的后遗症。愿天父上帝保守阮所听兄弟姊妹，互阮会当超越即个时间甲空间的限制。阮所听的姊妹会当心伫圣神的内底来敬拜你。虽然所你的听是阮伫惊吓中间最大的安慰，所你的听是阮伫孤单中间最好的扶持。所以阮对心中感谢你，阮会当有主耶稣你成做阮的救主，是阮一生最大的福分。耶稣感谢你，耶稣愿知你听阮。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真入，特别是阮唔知影，心内有重担，有惊吓，有受困迫苦楚的阮的姊妹、阮的兄弟，自动阮少年因，或者阮唔知影因的需要，但是看过人的天父上帝。恳求你
做因的大牧者，抱因伫你的行程，带因通伫安静的水边，通得到休困。阿爸天父恳求你听阮的祈祷，愿用诗歌互相结连，愿伫祈祷的中间恳求圣神运行，互阮中间无一个人欠缺上帝你的安慰。主求你帮助阮，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通听到你的声，互阮深深知影是你，是你。主啊，是你，你从来都无离开阮。主求你帮助阮有这种真实、肯定的经历。主你拯救每一个囡仔，互阮的囡仔趁早通领受圣神，伫因一生也未终成进前，就已经互圣神的充满。主你的听，主你圣洁的活命保守。主你互阮的囡仔，伫因也未拄着少年人的情欲，甲多情绪的混乱搅搅的时，伫伊个叛逆的时期也未来进前，主你互阮的囡仔已经得到完全。至圣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赏赐耶稣，你赏赐伊做阮的救主，阮何等的肯定！感谢学到你的性命。亲爱的兄弟，愿恁平安。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咱互相请安。咱甲伊讲，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咱中间有一寡人有身躯有欠安，牧师有哪有无方便，甲恁讲较细节的部分。这会牵涉到一寡。咱的兄弟因的自尊，甲因的隐私，但是咱知唔知拢无要紧。咱甲兄弟讲，主啊，你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因行过死荫的山谷，伫因的心内有黑暗压榨因的事。主啊，求你怜悯帮助。这也是咱唱这条耶稣听你这条诗歌上重要的原因。咱这时，咱特别来为着咱的教会的长辈来祈祷。主啊，为着阮的士大人，甲阮的长辈，阮要恳求你帮助。主特别阮少年拄离开阮的学行长老，阮伫你的面前，感觉心内毋甘。阮真久长的时间，伫教会的名的内底。互相扶持，对教会设立女拔团契到今仔日，主啊，女拔团契、女中团契，阮出外的得教，拢成做阮教会一个真要紧的气力帮助。主，阮少年，阮你所赏赐阮这个大家庭中间，女拔女中兄弟姊妹，愿奉你的圣名来恳求你的怜悯。你照顾学行长老娘，因为伊倒床行动不便，天父上帝求你帮助你家己的查某囝，也帮助伊身边的查某囝甲囝儿，祝福因伫即个人生中间极忧伤、佮神圣、亲人离别的时间，求天父上帝你怜悯帮助。主啊，你接纳你的囝儿，伊的灵魂，伫主你的面前。虽然阮无法度，逐个人拢参加伊的个别礼拜，但是当阮少年伊的时，阮就规恳求你，为着伊来拍开天顶稳定的门。主啊，你接纳，因为每一个你所听的囝儿会死，你拢看伊做宝贝。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嘛为着。所有阮教会内底时代，伫因年长的年纪，阮恳求天父上帝，你赏赐因心中有充足的平安甲喜乐，就亲像阮今仔日的金句，圣神就要将平安喜乐
甲上帝能力恩典，充充足足来充满着阮的生命，因的生命中间。因为你是互人有愿望的上帝，主啊，伫你的面前，为着因来恳求你，感谢俄罗你，我嘛为着心内有受搅扰、患病、有苦楚，伫因的心内有需要平安的，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亲自将你的平安放伫因的生命中。主你知，你也知因的名。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今仔日介绍生日的人，拢无伫咱中间，包括庄有许，咱为着遮个无伫咱身边的亲人，因的生日，咱来同心来祝福因。主，阮少年每一个生日，阮的亲人，阮特别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因。主，阮念着因的名，阮将因交伫你的手中。主，恳求你接纳因伫你面前，互因徛伫你的面前，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伫过来365日。每一天拢带着上帝的恩典的杯来行人生的路，求你的圣神甲因三个地地，互因带着关联甲气力，无论因踮伫什么所在，上帝你的能力、你的平安就甲因同在。愿因生日快乐，主啊，施恩，祈祷我个所有圣名，阿门。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来报告。即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酒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时9点半伫教堂；祈祷会拜三暗8点伫礼拜堂，咱嘛会当参加线上的祈祷会。青少年团契暂停，查经班拜六暗7点半，咱暂时也采取线上的查经，你若有要参加的，你也未伫即个群组，你嘛会当用即个语音甲咱说法。圣港的服侍下礼拜书会，请林秋吉长老。司琴请陈美秀执事，司宪请张世昌吴书记执事，招待第一组。新眼讲的读经，请咱照顺序家己领收。具体交通第一，亲爱兄这平安，因为疫情的关系，咱采取谨慎的自我保护措施，直到咱袂当常常亲像过去遐尼自由来聚会，非常孝念大家。愿上帝保守咱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深信主的恩典教育咱用，日子怎样，气力也要怎样。第二，伫疫情的期间，咱倚靠上帝，小心做好自我的防疫，咱毋免过头惊吓。若有必要，做好自主的管理，会当伫咱的厝内参加线上的聚会，伫灵力合一。彼此守望，互相代祷。第三，咱继续为着生日的人求主施恩赐福。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出入的，则用过继人员来更正。代祷的事项，第一，请咱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继续来祈祷。第二，咱嘛继续为着身心欠安的兄弟，为着因的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三，也为着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来代祷，为着升学的升高中的惠安来代祷。第四，咱嘛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五，为着姊妹教会代祷，韩国福林教会、一级教会、德克达亚教会。报告以上，请咱三甲来吟上言圣诗。
509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源，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当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